是新闻独家报道，来关心又搁出现假设雅士公司的人讲要来修理雅士讲，甲人收钱，这条钱还搁未细条，就要3900块。这是咧新北市土城一个假设是兴泰雅士公司安检人员去到人的厝内，讲要检查雅士，一个检查了后，讲雅士楼就要换雅士讲要3900，住户嘛无怀疑，直接付现金给伊。事后发觉讲原来是互人骗去。在地里长嘛讲到，这毋是头一件发生这款代志。兴泰雅士公司嘛讲，就算爱付现金，嘛袂摕现金，民众千万唔通互人骗去。为什么刚安检过又要来安检？里长真无奈，因为佫有里民讲，拄着讲家己是雅士安检的人来厝内底，讲雅士伫楼爱来换软讲，收费3900块，里民无怀疑，直接就付钱。他们来估价的话，他说我们在公司拿的应该是400-500块而已啦。收费的价值直接是加7倍，袂少的里民拢捌看过这个安检的人，毋若讲话是真专业，连打扮嘛，互人是真歹来怀疑。背一个那个工作包背着啦，好像是专业的啦。通知单顶悬写着几个大字：兴泰石油气雅士服务通知。毋若将时间、地点甚至连服务专线，因仔拢总有是有模有样。安尼通知单就直接搭伫咧大门口。但是其实真正的兴泰石油气公司根本就毋是这间。正牌的兴泰石油气公司赶紧出面来讲好清楚，冒名家己的是兴泰石油气工程行，已经对几多年前就开始冒名，违法来咧检查雅士，阁会特别选少年人拢出门上班的时间，来对无了解的老大人下手。戒指上面有一根针，他在检查的时候就用力压下去。用这个针把你的软管戳破掉。兴泰石油气公司嘛提出正版的通知单，除了一张会发予管委会以外，阁有一张安检的通知单会直接寄去厝内，顶悬嘛会清楚来写价小，袂凊彩来划价。耗材或零件损坏要更换，也不会当场收钱，它是随着次月的气费账单一起缴钱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兴泰石油气公司嘛有来提告对方违反商标法甲诈欺罪，要来维护家己公司的名声。民众若是搁再拄到这款情形，会当拒绝安检，避免来受骗。若是因为随便换零件，造成未来徛假也是环境的危险，安尼就真袂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